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今天又看到大家聚在这里。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我们用一颗喜乐的心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一起来拍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主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耶稣，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。权柄归于你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跟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，不管是我们处在高山或是低谷，主，你的手都在旁边保护着我们，围绕着我们。
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生命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，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。唯有
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施教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施教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主是的，主你是我们尊贵的主，主你的名何其的伟大，诸天都要来赞美你，都要来称谢你。主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你的宝血就来洗净我们的罪。主，你十字架的大能也从古至今一直到现在。主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我们有时候会想靠自己的力量，但是主啊，你跟我们说，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。主，我们也愿用我们的一生，我们也用我们所有的来回应你。谢谢你，耶稣，恳求你，真的是此时此刻就圣灵进驻在这个会堂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你的同在，感受到今天晚上是喜乐的，是因着你的话，我们得着力量。谢谢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杨浩。好，今天大家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没有上班哈，怎么看起来还是累累的？好，那个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神机魔术更新。好，然后这张照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我先问一下，这边有上过主日学的，就是爸爸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的，举个手；或者是你没上过主日学，你是后来长大自己来教会的，都上过。哦，好，所以我大概1/3，我问问看哦，如果这一张照片你们猜得出来它是哪里吗？最近我们教会很多人去，然后他们昨天刚下去埃及，要去爬那个西乃山，这个是尼罗河哈，我去找的一张图。然后我们如果看下一张，你应该就会认得了，就是它前面有金字塔。然后这个我上礼拜刚好在亲子礼拜也问小朋友，就是他们记不记得当时在那个摩西时代的神迹，其中有一个是把尼罗河变成什么？变成血。然后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要出埃及的时候，然后法老王不愿意放以色列人出来嘛，然后摩西就跟埃及的这个法老的魔术师斗法，那其中一个就是把这个血河变成血。那请问你们相信吗？在看这些旧约的故事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我相信？都不相信，你们都这么诚实，还是都没有反应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找一个小朋友，我说你如果说你相信7次，它就会变成红的，你们有没有人要来试试看？就说我相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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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变成红的。好，然后他们就哇，可是你们一定都知道嘛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哇嘞？
所以为什么它会变红的？我作弊嘛，我用 PowerPoint 的程式做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，这个是神迹吗？这是知识嘛，就是你会使用这个软体，你就有办法把它变成红色的嘛。虽然很多的考古学家有在推算说，这10个神迹是怎么执行的哈？其实我不知道这边我询问一下，请问你是理工科背景的，理工科生物的举手一下，有没有一半？这边大部分都不是，只有一个。数学算吗？不算，基础科学。好，其实我想要跟大家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你觉得信仰跟科学或者我们相信的这些知识是不是冲突的？你觉得不冲突的，请举手。不冲突的，好，然后会冲突的，没有，有，好，那你们怎么处理这一块？会觉得冲突的，现在怎么告诉自己，就说这一块我就先不处理，这样子是不是？信仰里面的这一块我先不处理，跳过。其实真的有很多科学家，他们认真的去讨论这个事情，他们用有一个叫做蝴蝶效应，或是睡醒这种很小的扰动，如果它的机会或是几率发生的好巧合的话，它可以一波带一波，一波带一波，造成很大的一个效应。那他们就去研究啊，譬如说第一个灾是蝇灾啊，那个苍蝇啊，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它会引发下一个灾难的开始，然后到什么这个苍蝇很多，所以就会有青蛙出来，青蛙很多就藻类会出来，所以河水会有很多的红藻或是什么，他们有一个理论在说这些东西哈。然后我们今天不谈旧约，我们今天来看新约，在新约里面啊，也非常多的神迹。那我们今天也来让大家复习一下，就是我们只讲耶稣的神迹好了。好，从大家印象中，你现在开始回想啊，四福音书耶稣行过的神迹，我们来轮流一人讲一个。水变酒。水变酒，好。让拉萨路复活。瞎眼的看见。好像也是有一个人的女儿，然后他就是说他死了，但是他就说他是睡了，然后他也是就活起来。瘸腿的站起。好了，没了。叫海浪停止。走在水上。麻风病的女人。五饼二鱼。有一个血肉的。pass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啊？海夫长。这样死里复活。哪一大类啊？
诅咒无花果树。对，我没有上过主日学。赶鬼的有人讲吗？赶鬼的。治好被鬼附身的哑巴。其实真的你把它整理的话有30几个，然后因为有一些在四福音看起来很像，譬如说有些记载4000人吃饱，有些人记载5000人吃饱，那到底是2次还是其实是同一次？那可能数字上有一些不精准，或者是像撒鱼的，然后捞满的。这个也看过好几次，那这些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事件？有一些说法不一，所以大概统计30几次到40几次，这是有的，而且这是被记载下来的。那有时候他很广义的说，耶稣在这个城镇到处医病赶鬼，然后众人都信了他。那在那边行了多少个神迹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哈。好，所以刚刚第一个神迹，仲轩说什么？随便酒。好，我喝一下水。你们觉得这个神迹真的吗？我准备了高粱，两人试试看。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喝喝看？对，最新鲜的葡萄酒，你们觉得嘞？哇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干了，不要了。好，就快点！刚刚理工科系的，你们想想看，运用你们的知识，哇！我还没有讲完，不可以献花。有没有人记得？其实这个你们一定都学过，这是什么变的？对，化学的什么？啊？对啊，化学反应。其实刚刚这就是什么酸碱中和，你们记得吗？这杯本来透明的是碳酸氢钠，然后这个里面我刚刚藏了几滴酚酞在里面，然后酚酞碰到碱性的东西会变红色，碰到酸性的东西会变回透明，所以对石蕊是指的酚酞，所以这个只是运用一些知识而已，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把水变成酒？不是，其实这个是酸碱反应，可是看起来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知识，这不是神迹。那耶稣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，在一个婚宴上面，他把水变成酒，然后这一个神迹，你们相信吗？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已经看过《复仇者联盟4》对不对？的请举手。啊，喜欢看复仇，知道这个系列电影吗？好，你们觉得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谁？大家可以自由的分享，或者是钢铁人，还是雷神索尔，还是浩克，还是这个叫什么粉红女巫？是不是绯红？那怎么念？绯红女，然后还有黑寡妇。还有美国队长，好，我们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哦。请问大家觉得这里面的英雄，我们先扣掉那个比较弱的，像鹰眼好了，鹰眼这个先不讨论，他可能真的比较辛苦一点。好，然后就不能飞嘛，都要人家帮忙把它丢上去。然后像黑寡妇算不算超人？黑寡妇是经过特训的嘛，哈，然后再身手矫健，然后有一些精良的配备，他可能不算超人。我们先不考虑这种
超人非人类的我们先不考虑这一种比较弱的，我们考虑那些比较厉害的。好，请问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最可能的？你们想想看。然后下一个问题，哪一个是最不可能的？雷神索尔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可是你们相不相信有外星人呢？你们知道我念天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猜我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其实我相信我相信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这么大，应该不止地球有人类。可是他的恩典，他的法律，他的这些自然的定律，在这个宇宙，在这个其他星球，在其他的生命，依然也有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个人的倾向是相信，因为按照这个几率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在找类地行星。那为了什么？为了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地球弄烂，然后搬过去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计划是正在执行的。那我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有400-500个这种类地行星已经被证实是有水的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找寻外星生命的计划简化到先找水。如果有水，它很有可能在正确的时间演化，它就会有生命出现。然后经过生命的在转变，它可能会发展出文明，发展出智慧，那会达到譬如说像我们有人类地球文明这样子的经过。所以刚刚雷神索尔，万一他是外星人，不是万一，他就是外星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个外星人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如果他是外星人，是有可能的，对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讲，它不是最特别的。然后嘞，你们猜猜看，还有什么？我先讲最容易的，我举例好了。最容易，我觉得很真实的是美国队长。为什么啊？对啊，他打禁药嘛。现在那个奥运每一次都要验那个禁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打到一种超强的禁药，可以持续70-80年这样子。然后到后来，他其实最后回来是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个世代活多久。可是如果他在那个世代只是陪他的女朋友过了一生，那大概也是40-50年。所以他这个禁药的期限可能加上40-50年，可能就是100年左右。他可能延长他的寿命，多活100岁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上可能达到的。如果我们将来发展出很强力的禁药的话，美国队长其实是有可能的。你看现在去比赛的那些人打类固醇，其实就可以达到某些效果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的医学打荷尔蒙、打这些激素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美国队长我觉得是还蛮有机会真实发生的。好，再猜猜看，跟从物理好了，从科学的角度最不容易实现的是谁？浩克哈，浩克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比禁药更高一级的辐射变种，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。对它对，可是它的其中一个特性，就我觉得比较接近我说的那个最不可能的东西，跟浩克有点像的是谁？是那个会变大变小那个蚁人。对，为什么蚁人？因为你们都学过，你们一定都学过。对，质量守恒、能量质能互换。我们现在质量守恒的下一段是质能互换。好，所以质量如果它可以变成那么大的东西，然后它的质量是一样的，那它的什么东西应该要变很小？密度，对。所以它的密度变很小的时候，它应该站不起来，可能就像那个气球的大娃娃会这样子软下去什么的。所以这个蚁人对我来讲是科学里面最不可能执行的东西。如果当然他提到了一个量子场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量子场域是真实的，将来在这一个领域的确是可能是科学界的下一步的突破点。所以大家期待我们可能看得到，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个量子场域里面做一些事情的话，我们可能真的会突破一个人类
科技文明的大要进哦。好，所以回到讲这个东西的原因是，大家还记得一个东西，水的化学式是什么 ？H2O， 所以它有哪2个元素 ？H 跟 O， 氢跟氧。好，大家记得酒的化学式是什么 ？C2H5OH， 很好，乙醇对不对？所以 C 是碳 ，OH 氧跟氢，所以水跟酒，如果假设这个是酒，这个是水的话，差别是什么？碳。那碳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多不多？我们的笔啊、桌子啊、铅笔、木头啊，都是碳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上这个戳下来的，你如果烧花生也会变成黑色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也是碳。肉烧一烧也是碳，所以我们身上皮肤里面很多碳、蛋白质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直接把碳加到水里，让它化学式改变，水跟酒差别大不大？其实只差一个碳。所以根据量子力学，如果耶稣他能够控制能量，他能够精准的把碳放到水里，其实水要变成酒，说不定不会违反科学定律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一项技术。好，那难的是什么？大家记得那个经文，它变出来的是什么？更好的酒，对不对？那更好的酒要怎么来？你们以前化学有没有教过？为什么酒会越纯越好？有没有考过这一题？啊？忘了吗？氧化。类似，好，对，其实一瓶酒，我们大概不可能把它装到满满满，对不对？所以上面会有一段空气，空气可能就会有一些细菌，或者是就算没有细菌，光有氧气在里面，它就可能把它氧化。所以酒的上面一段段的、一点点的酒精、乙醇氧化会变成什么？酒坏掉了会变什么？酸掉，所以就变醋，对不对？所以酒瓶的上面会有一点点，因为那一段空气足够把这一段酒精氧化，所以会有一点点的酒变成醋。醋加上酒精的话，有一个东西，大家记得吗？酯化反应。酒加酸会变成酯，然后酯回到酒精以后会变好酒。所以如果你的空气有一点点而已，你变成一点点醋，一点点醋变成一点点酯，一点点酯加到酒里面，这个酒会变好喝。可是如果你是给它无限的空气的话，譬如说是一个开放性的杯子，放一瓶酒，它就足够，因为空气会一直新的空气一直来，所以它可以有能力把整杯酒变成一杯醋，一整杯都酸掉，那这一杯酒就不好喝了。可是如果你是密封的酒瓶里面，只剩一点点空气，它只能变一点点醋，只能变一点点酯，这个酯刚好可以把酒变得好喝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酒越陈越香，这是有原因的。那耶稣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他在瞬间把需要放很久才会产生的好酒，他当场就变出来。那知道怎么解释？就是说耶稣是跨越时空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时间在他来讲，他说明把大家暂停，然后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1000年了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就下1秒钟其实是1000年，然后一喝哇这个酒真好，是陈了1000年的酒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知道。所以耶稣如果是跨越时空、跨越能量，这些神迹看起来是神迹，可是对耶稣来讲，这个就是他实心要给这些人的爱，跟付给这些人的恩典，让这些我们刚刚讲说的瞎眼睛，或者是耳朵、舌头，或者是身体瘫痪的，或者是他被鬼附身。所谓被鬼附身，可能你觉得忧郁症是一种被鬼附身吗？或者是我们讲所谓的邪灵，或者是懒惰，有没有人说啊，我被那个
懒神上身，所以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，我今天就是想瘫在那里。或者是我被骄傲附身，骄傲是一种邪灵，还是它是一个我自己产生的东西？还是我被我的欲望附身，我被物质所捆绑？那耶稣他有能力释放掉这些我们不希望在我们身上的干扰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还原成当初上帝创造我们那样子单纯的样式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神迹。你再回头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神迹，有一些是超自然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知识无法理解。可是实际上，它有没有违反自然界的定律？它说不定，其实它不是说不定，它其实没有违反，只是我们无法去控制这样子的定律。我们可以回去检查，其实这一个一个神迹，真的都有人很认真，一个一个的想用现有的知识去解释。好。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想邀请大家翻一下圣经，请翻到约翰福音第2章。好，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。好，这一段经文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，我们就一起来念一次，来，请。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，酒用完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何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吧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礼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一口可以盛2、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舀出来，送给宴会总管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宴会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于是宴会总管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“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人喝够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了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是以后，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兄弟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哈。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再来回想一下，或者再来感受一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亮光哈。好。我们通常如果你从前面这样看过来，一个可能通常第一个会发现很奇怪的是，耶稣回答他的母亲的话是不是很怪？然后或者是我们会看到说，哇，耶稣把水变成酒，而且注意到说那个管理婚宴的发现说，哇，这个酒比原本的更好哈。然后也有人会说啊，耶稣这样子显出了荣耀，然后因此显一个神迹，门徒就相信了。可是我们今天来练习一下，我们来从玛利亚的角度，这个我在有一次查经有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下哈。好，我们找找看，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是谁？发现婚宴酒没有了，是玛利亚，对不对？所以从玛利亚身上，我们有没有学到一个态度，是你能不能注意到这个环境？你在班上、在工作场合发现一些问题，或者是预测到一些状态，然后你可以提早做这些预备哈。所以这个是玛利亚的第一个特色啊。第二个，她找对人了。当你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有正确的步骤去解决？找对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碰到困难，第一个去找的是什么？
找爸爸、找妈妈、找同学、找朋友，还是找老师、找学生？所以我们会不会第一个想要找的是耶稣？第三个是我们看到第4节玛利亚的 EQ， 她在被耶稣顶撞了那一句看起来很不礼貌的话以后，她有没有把他大骂一顿？如果你们以后住在我们以后，如果我们住在教会，你们有时候在6楼，我们住6楼，如果我们在5楼会听到说介文姐骂说，艾文你给我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现在就压力很大，想说可不可以不要住到教会里面，然后骂小朋友都会被听见，这样。所以当小朋友顶撞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那个情绪会上来。那玛利亚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她默默的转头去吩咐仆人说：“待会这个人吩咐你们做什么事情，你们就做什么事情。”要记得，耶稣现在这时候还没有出道哦，因为这是什么？第一个神迹。所以在玛利亚吩咐这一段之前，你看连门徒都还没有相信他，他跟他只是赌一把而已哦，会不会赌赢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门徒或者这些众人，或者是30岁的小毛头，大家都还不会信任他。所以玛利亚去为他做预备，因为他待会要做的事情是把那6缸水的水换掉，然后再重新装满。6缸水可能像我们那个大垃圾桶一样，现在不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去水球节装那200颗水球都还要花一点时间哦。你如果说把这个6个垃圾桶的水装满，在现代有水龙头有水管帮忙都还要一点时间，在当时要这样一桶一桶去打水，而且这个婚宴洗脚的动作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在这么忙的时候，仆人会放下手边的事情去把6缸水打满。这个如果没有玛利亚先打点，这件事情不会发生。所以玛利亚一个特别的特色是她 EQ 很好，虽然被顶撞了，她还是默默的去为耶稣做预备。好，还有我们看到，最后面显出神的荣耀，让大家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。可是我们在这个记录后面，玛利亚就不见了，并没有看到玛利亚去到处炫耀说啊，还不是我刚刚吩咐仆人去换掉这个水，不然耶稣哪可能变出这个神迹出来？也没有看到玛利亚到处说啊，你看这个我囝，这个是我儿子，厉害吧？这样。所以玛利亚她真的就默默的让这个荣耀显在耶稣身上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经节来得到的一些启示。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些问题想要给大家，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讨论。就是透过今天的分享，你相信神迹吗？你怎么重新看耶稣行的神迹，或者是圣经里面写的神迹？然后你可以跟等一下的伙伴分享看看，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状态是平淡像水，还是已经像好酒一样香醇？那你期待自己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那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，你也期待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的哪一部分，让你可以变得更香醇，还是变得更怎么样？我们待会可以有一段时间来分享。那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是唯有耶稣。这首歌说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的人，耶稣你有权柄释放，你可以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能与你相比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好，那邀请大家可以一同站立起来。
赦罪行神迹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耶稣你能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全民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面成就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面成就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。我们知道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或许我们现在的境况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不够认识你。主，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更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。主，求你让我们试试看，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，看看你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出什么改变，做出什么更新，让我们是不是也成为神迹的一部分，让神的痕迹带领着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求你掌管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像水一样变成酒，是芬芳的，是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说我们生命的美好所在，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，让我们得到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祝福。主，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出口器皿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非常帅气的会长。好，请坐。好，首先，在报告之前，要先感谢一下，一，感谢天父上帝；二，要感谢在场的各位。今天无论你是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或是没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今天可以在这里看到你们，就是开心。这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纵使我原生家庭的家人没有来，可是今天因着你们的到来，参与我荣耀的时刻，这我要向你们献上感谢，你们就是我属灵的家人，谢谢。好，这是要感谢的部分。那如果等一下会后，我有带硕士跑来，可以跟我一起合影。今天没有跟我合到照的，也有带花来。
好，报告一下消息，就是下礼拜的聚会6月8号是宣教之夜，走出自己，迎向世界，是邀请连正祥牧师来分享。那在下一个礼拜6月15，我们的聚会要走出户外。如何走出户外呢？我们要去探访。我们会分2组去探访，一组会到清华大学去探访，一组会到桃园民传大学去探访，那也会到辅仁大学去探访。我们会有2个路线的探访，所以那一天晚上在教会的聚会就转移到户外，到时候我们会分好组的，看你想参加哪一团，那就事先报名。好，这是2周的聚会的预告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分组的时间，那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很多，那当然我们要回馈一点给上帝，那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。